財長宴上揮拳要鬥同僚，馬斯克直斥美國政府冇得救。美國財長貝森特、聯邦住房金融處處長普爾特連同數十位政府官員同總統特朗普嘅親信日前出席支持讓美國再次偉大組織嘅晚宴，期間兩人發生口角爭執，差啲大打出手。據一名目擊者同4位知情人士透露，貝森特用粗口鬧普爾特，不滿對方背住向特朗普講壞話，更當眾威脅要揮拳打普爾特塊面。普爾特當時就嚇到呆咗，晚宴主辦人即時介入，貝森特就同主辦人講：要麼係佢，要麼係我，你話俾我知邊個要走。普爾特就問啦：走咗做咩？傾偈咩？貝森特就話啦：唔係啊，我要刮扁你。主辦人面對咁火爆嘅場面，唯有安排貝森特同普爾特分開坐喺會場嘅兩頭。呢場爭執嘅荒謬感簡直撲面而嚟，掌管國家經濟要害部門嘅高官冇將精力擺喺政策討論上高，反而好似街頭鬧交咁用威脅解決矛盾。本應協調分歧嘅主辦方搞到好似勸交嘅街坊，淨係教分開坐先可以平息局面。而且呢次並非係貝森特第一次搞事，今年4月佢喺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同參與政府工作嘅馬斯克就因為國稅局改革方案爭執升級成為肢體衝突，馬斯克用美式足球嘅動作撞佢肋骨，貝森特亦都出手還擊，最後俾眾人拉開。兩次衝突相隔先至係幾個月，仲都發生喺政府嘅核心場合，背後其實係特朗普團隊推進政策時嘅混亂。特朗普5月拍板推進房地美私有化，呢項關乎美國按揭市場甚至全球資本嘅萬億級政策，卻觸動咗貝森特嘅蛋糕。貝森特覺得普爾特越權插手財政部職權，普爾特又不滿貝森特消極應對，於是前者用揮拳頭發泄怒火，後者就靠向總統打小報告刷存在感。萬億政策睇嚟就變成咗兩人爭權嘅籌碼。呢場晚宴鬥毆並非偶然，而係特朗普草台班子嘅必然結果。就喺晚宴衝突餘波未平之際，曾親身經歷白宮混亂嘅馬斯克就直言：美國政府基本上冇得救。作為曾經同貝森特發生衝突嘅前參與者，佢呢句評論正正戳中咗外界嘅疑惑。點解掌管財政同埋住房金融嘅高官會將個人利益擺喺政策推進之上？點解白宮頻頻上演同僚內鬥，卻冇制度化嘅分歧解決機制？唔通拳頭嘅大細已經成為咗特朗普團隊運作嘅某種常態？